今日同大家示範 ManDB 連鎖零售序號版。呢個系統主要嘅功能係容許你輸入貨品嘅序號。當輸入貨品嘅時候，你可以選擇需要輸入序號嘅選項。當進貨或者銷售選擇呢件貨品嘅時候，系統就會容許你輸入貨品嘅序號。入貨時，你只要輸入條碼。如果呢件貨品係需要序號嘅話，可以俾你輸入序號。儲完之後就會預設有3件嘅貨品，你可以更改採購價，然後儲存就可以儲存張入貨單㗎喇。儲完咗張入貨單之後，你可以列印條碼或者列印序號，就可以列印條碼嘅標籤同埋貨品嘅序號標籤。銷售貨品嗰陣時，你可以嘟入條碼。如果件貨品係需要輸入序號嘅時候，系統會顯示一個視窗等你輸入序號。如果輸入一啲未經入貨嘅序號，系統會有個警告嘅字樣，等你重新再輸入過。輸入咗之後，系統會將個序號加喺名稱同埋備註度。你可以輸入2件貨品，咁系統就會將2個唔同嘅序號擺入名稱同序號同備註入邊，然後按儲存就可以建立張銷售單㗎喇。當客戶攞返件貨品嚟維修嘅時候，你可以喺備註度輸入返個貨品嘅序號，就可以揾返張銷售單，知道幾時銷售。同樣，你可以入去入貨列表入邊輸入返嗰件貨品嘅序號，就可以揾返張入貨單，知道幾時入貨同邊個供應商入貨㗎喇。